来继续来看这个民进党，伫昨来公布到最后一波立委选举提名的名单，其中这个太阳花吕正成、赖品妤，因为一个局长甲这个头插入去麦克怎来出名，再去伊去拜会这个立委苏卡惠，苏卡惠特别送伊一个头毛箍啊来做礼物。另外有风声讲这个黄国昌要甲郭文摕结党来选总统，不过这个黄国昌讲无这个规划。 请大家一票一票带我一起进入国会。真有够投入，连头拢拄着麦克啊！这个魏明浩宣布参选立委的太阳花吕建成、赖品妤再度一战成名。这次出来想要更正经一点的形象，没想到连上天都不帮我。伊真后悔，不过这个画面和行政院长苏贞昌真心善。院长看到以后说：“哦，这有头毛的人是真好呢。”前辈当面甲民进党立委苏卡惠，阁特别准备礼物，想甲真周至。好，扎起来吧。等一下，你扎好以后，你再鞠躬一次看看，保证不会出错。安尼敢是加真好。大家好，我是赖品妤，我是新北市七星区的候选人，请大家赐我一票。耶！头毛拔起来了后，加真有自信。不过讲到选战，较早太阳花学运的战友立委黄国昌，听讲有可能甲郭文天变成瓜枪配，前进2020的总统大选。我跟柯文哲彼此之间有没有合作的可能性？你如果谈的是选举的话，我刚刚已经讲得很清楚了。时代力量跟台湾民众党现在是处于竞争的关系嘛，就是没有办法支持两岸一家亲。 黄国昌一句话，覆盖了甲郭文天合作的可能性。到底时代力量的大选门票会予什么人？阁需要经过一番的考虑。